我写罗志祥绝对比你更加存更多次，在罗志祥跟吴宗宪之下。那你觉得很骄傲吗？等一下，你不要把自己想的太重要，因为罗志祥跟吴宗宪24真的不重要。然后你觉得你的人生充满了吴宗宪、罗志祥跟我3个人的文章，你很开心吗？你真的快乐吗？我很开心啊，我很快乐。你真的因为我靠骂人致富赚那么多钱，为什么不快乐呢？如果你可以月入100万多，为什么不快乐？超级快乐，因为你没有办法体验，你还要把屁搬开，然后卖润滑液，你没办法体会。就如果靠骂人就可以轻松致富，然后赚那么多钱的话，没有人超快乐的。为什么要靠骂人赚钱？那个都是业障。快不快乐呢？靠骂人赚钱绝对不会快乐，我们看你就知道不快乐了。那不知道就是你靠骂什么柯文哲啊，然后现在在骂黄国昌啊，然后这样子靠骂人赚钱，我不知道你觉得不快乐，那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？我没有柯文哲好骂人赚钱啊。在电视上说柯文哲他就没有懒趴啦，柯文哲很衰小呢，在电视上公然说柯文哲没有懒趴呢，柯文哲难道把自己的懒趴搬出来说啊？你看一下，其实我是有懒趴的，好不好？就是你在电视上骂人，不也是靠骂人赚钱，还是你是靠裸露赚钱？对不起，我忘记了，你是靠飞机杯赚钱，就是 sorry， 靠骂人家裸露赚钱。哦，靠骂人家让粉丝意淫，让宅男觉得。我跟你说，你明天起来一定会超后悔跟我一起吃。我不会，你可以讲正事吗？我们现在真的从头到尾今天就只2个点，一个就是你的律师涉及仙人跳，你的看法是什么？那你就刚刚指出次元切割，他说啊，他是我的律师，他不关我的事。那我们的重点是说，请问一下，他跟你 me too 女权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，就是在赏女权巴掌哎，你都不用出来谴责一下的吗？然后再来就是第2个问题，就是请问一下，你直接认定说，陈怡很可怜，3金他就是精神疾病。没有，我真的觉得你很可怜。对，你不是医生，但是你重点不是可怜，重点是你讲了精神疾病下来。我没有讲啊，我讲了什么？我就说你很可怜啊。如果我知道你这么严重，你就说他病情要加重。你讲的病这个事情，我如果知道你之前是这样的话，我来学一下郑家纯讲话的方式好了，就是当你觉得别人是看他不顺眼，就觉得他有精神疾病的话，那你就是在帮精神疾病贴上更多的负面标签。精神疾病被贴的负面标签还不够多，需要你这个公众人物来带这个风向，让精神疾病受到更多的歧视吗？现在社会上的女生所受到的所谓的不公平待遇还不够多吗？就因为有你这样子的一个父权社会的做法和父权社会的作为，导致很多女性的地位更加的低下了，因为自己物化自己的人，然后出来说自己要女权，整天摇屁股，然后说买飞机票都是我老公哦，然后出来说我的身体我自己做主，但是买飞机票都是我老公哦，靠男人一来赚钱，迎合父权社会的人，出来让所有的女权更加的低下了。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个男女平等的世界吧？为什么女生被骚扰就不敢讲？你都敢上电视唱柯文哲没有懒趴了，你竟然觉得说哦，我好像被摸到了，也不确定是不是有没有，你会不敢讲，经常不敢说柯文哲没懒趴了。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感谢我们的母亲，感言的路线嘛，不是吗？然后事后突然变得好感言哦，搬曾国成来，曾国成怎么了吗？肚子大错了吗？曾国成怎么？你有证据吗？你有证据说陈哥他真的就撞击你的胸部，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的事情可以这样讲吗？有证据吗？如果没有证据的事情都可以这样指控的话，难怪很多人在仙人跳，对吧？你的本性是认为这是假议题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你是认为性骚扰是假议题啊？没有，我就是认真的说，
你是不是认真的觉得性骚扰是假议题？你是不是觉得所有性骚扰的人都只要没有证据就是假的，就是不存在？我认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指控之下的话，就是需要经由法院调查证据，然后双方经过言辞辩论，由法院去在我们所能够收集到、loading 到的证据当中去做出一个法院认定的判决，而不是交给民意来决定。所以，我认为不管今天是不是性骚扰，任何事情都要看证据说话，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。性骚扰绝对不会是说人家觉得有就是有啊，这是主观的。如果是这样觉得的话，你的律师就不会加入仙人跳集团了，你真的认为性骚扰是假议题？就没有仙人跳这个东西的存在了嘛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人家觉得有就有赶快给人家钱哦，不是吗？因为你知道仙人跳是怎么样，就是钱谈不拢嘛，明明没有的事情硬说嘛，明明人家比如说只是性交易，然后硬说，哎，我被性侵了，人家女生说有就是有，哎，来吧，来个10万块吧，哦，你这个尚未成年少年啊，不行啊，来10万块和解吧。本来是20万啦，现在给你折半啦，10万本票拿出来。我们从头到尾都在讲这个。我不是回应完了吗？在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回应完，就是讲了非常多离题的事情，就在那边扯说哦，真的觉得你很可怜，那我就会跟你讲说，那你就直接认定说你的病情会加重，你就是在污名化精神病的人。我回应你了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要说我把陈怡跟病情连在一起成一篇文章，是在污名化精神病，这一段从你口中讲出来，你可能要好好想想你在讲什么。你才需要好好想想你在讲什么。就是只要你认为，你觉得哦他有问题，你觉得哦他就是精神病，你就是觉得你不喜欢的东西，你觉得负面的东西，你觉得反感的东西，你直接画上精神病的标签。如果你今天很喜欢我，你说啊，我好喜欢你哦，你真是个神经病，这是正面的嘛 ，plus 的对不对？但是你这几天疯狂的在攻击我的情况下，你就说，我觉得他哎呀，这个病情要加重了，这不就是在污名化精神病吗？你认为不喜欢的东西，它就是精神病。精神病，我觉得你把自己的名字跟病情连在一起，说是污名化，这个真的听了让人觉得很尴尬。那我跟你讲，尴尬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解释，重点是针对我的问题回答问题，不是说啊，我觉得这样我很遗憾啊，我觉得这样我很尴尬啊，你不要说 only 有了，这样就是玷污这个38号树洞哈，38号树洞有用什么假故事吗？没有啊，就这件事情嘛，假故事嘛，就你跟老师就是一么尴尬，然后无奈啊，可是真没有回答问题。我不希望你扯到展览。我觉得你想要展览是蛮过分的，因为你根本没有了解过这个展览，你也没有看过展览里面的任何一封信，对吧？你也没有看过任何人的回馈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就是因为有看到你展览的相关的投稿，所以跟你讲的这个，因为你的展览什么叫做相关的投稿？你看到了哪一封？里面有投稿，有被讲出来说，根本就是你要讲那篇新闻吗？就是也有当事人没有要公布的故事。什么叫做什么叫做有当事人没有要公布的故事？你要讲那篇新闻，那就请你来澄清一下，就是大家跟你讲说，你的那个展览啊，就是有假故事，不然我们来搜寻一下，要念给你听吗？你可以直接讲啊，不要一直讲尴尬、无奈，你这样子我觉得玷污什么的。是啊，正面回答问题很难吗？对，我确实在看留言，我觉得很有趣。当你认为性骚扰是假议题，然后要来聊我的展览哦，那我很欢迎你跟我聊啊。你对展览再次强调，等一下前提你不要模糊焦点，我从来没有说性骚扰是假议题，任何犯罪都是要有证据，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，任何的犯罪是不需要证据就可以指控。你就是在打压受害者，你就是在让加害者更猖狂，你完全不知道你身为公众说这些话的严重性跟影响。那你知道你所做的事情就是让那些仙人跳更加猖狂？有多少人
他们就不需要证据随便指控人家。那些人为了要息事宁人，也只好和解了，因为人家女生说有就是有。其实它只是一个相对的一个，你在那边讲说哦，受害者当然一定有真正的受害者，可是也有奸人跳，就像你的律师被卷入一样。所以你在做的事情，你现在在讲的话，你当时去指控翁立友，指控曾国成，其实每一没有证件事情它据的情都是应况之下该要被放大，其实独立的。都是让奸人跳更加猖狂的。你这样子全部混在一起的逻辑，我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跟你对话，但是你根本就承受不起这样的我的方法。逻辑就是，凡事要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，没证据的事情我不能说，我只能说疑似、合理怀疑，我不会直接讲说他就是有因为摸我。因为你根证据要本就不敢我是不敢女生，担那个责任，所以每一次都说哦疑似合理怀疑，疑似合理怀疑。那你到底要活在别人的人生多久？我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法庭之上、公堂上本来就是大胆假设、小心求证，任何科学结果都是这样出来的。我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，我们只能够去假设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，去推理，这样逻辑是合逻辑的嘛？还有，讨厌不要哭哭了，不是哭哭眼泪就会赢的，不是像你在记者会上这样，不要拍了。重点是回答问题，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，没有证据的指控，你有想过会毁了别人一生吗？有多少人做冤狱，就是因为被没有证据的指控啊？然后他没有办法洗脱自己的清白。那欧六今天不委屈哦，吗？你讲到曾国冤狱成不委屈吗？，OK，好。如果说你是用那种冤狱啦，或是你觉得你想要帮你爸澄清什么，那你如果用跟我爸没有这样，关系，不要再扯别的。冷静，我 跟 OK 我爸了没有关系。，OK 了，我讲的冤狱，因为你不要老是在那边扯我认识别的。最近有人还问我说：“哎，你跟陈怡怎么了？”我说：“我跟他没有怎么样，我没有得罪过他。”那他们问我说：“他是怎么了？”我说：在6年前，我刚跟你认识的时候，你告诉我，你如果成为一个有话语权的人，你要告诉大家，你爸是清白的。那我当时觉得，哦，OK，你是一个很有理想，然后你有的目标，你想要帮家人说话。如果你成为一个有话语权的人，那我觉得，好哦，哦，那你有我后来这个想法我也讲过，很好啊。对不起，我讲过非常多次，我爸那个就是政治迫害，但现在跟我讲我爸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而且我爸本来就跟我不熟，我爸也没有养我，所以我爸怎么样其实也不关我的事情。我现在在乎的事情呢，就是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。你当初指控 Only 有指控曾国成，指控未来老板，在完全没办法提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之下，如果人家你这么想去提高，坚持，不敢去提高，如为什么？果你这么坚持，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？当年为什么你要说你要帮你爸去洗刷他我讲啦，的冤屈？哦，等一下，你不要再跳针了。我直播还有我自己发文，要不要去搜寻一下？大家就会搜寻我的发文了吗？我已经讲过冤狱这件事情，老朋友都听过多少次了？不要再跳针跟扯别的事情了，就事论事，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。为什么你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指控别人？这样子是不是有可能会助长仙人跳这件事情呢？仙人跳跟性骚扰两个议题是分开的，然后你所说的证会是据，分开的，两个一个人议题是。